放射治療又叫做電療，係透過輻射性高能量嘅光速照射，從而破壞 DNA， 直接將癌細胞殺死，可以用作早期乳癌嘅術後輔助治療。一般嘅療程係需要3個星期，即係15日。當中接受保乳手術嘅患者，都需要喺手術之後接受放射治療。即使切除整個乳房，如果患者嘅腫瘤大，轉移嘅淋巴數目多過4粒，或者有其他高危嘅因素，都需要接受放射治療。目的係清除殘餘嘅癌細胞。放射治療都可以用作舒緩治療。當擴散嘅腫瘤帶嚟局部嘅不適，都可以以針對該部分進行治療，以縮細呢個位置嘅腫瘤嚟舒緩痛楚等等。放射治療咧係局部性嘅，唔會帶嚟全身性嘅副作用，所以即使係年老或者體弱嘅病人都可以接受放射治療。但係射線咧係有機會影響腫瘤附近嘅正常組織。不過近年有唔少嘅新型放射治療技術，配合咗精準嘅掃描，提高咗放射治療嘅準確性。放射治療從70年代嘅單向治療進展到80年代嘅立體定向放射治療同埋強度調控放射治療。最近最常見嘅治療方案呢，包括咗直線加速器，利用 VMAT， 而 VMAT 咧即係射線沿着弧形嘅軌跡移動，持續喺唔同嘅角度同用唔同嘅劑量照射腫瘤，比立體定向放射治療咧用嘅時間比較少，而射線更加集中同埋均勻啲。另外 Tomotherapy 利用360度嘅照射，再配合電腦掃描 CT 影像導航，準確咁對準靶區，輻射分佈咧比起 VMAT 更加理想，亦都同一時間可以處理多個腫瘤。仲有數碼導航刀 CyberKnife， 佢唔係真正嘅手術刀，佢係利用好似筆芯咁幼嘅射速，喺唔同嘅角度射向靶區，導向非常精準。特別適用於擴散去到腦部或者脊椎嘅腫瘤。另外，近年越嚟越普遍嘅 SBRT 方案，配合放射治療嘅唔同嘅機種，將高劑量嘅輻射集中於腫瘤之上。療程一般需要1至5日，適用於處理較細小嘅腫瘤，尤其是係經過藥物治療之後為數唔多嘅腫瘤。上述嘅放射治療係使用光子放射線，放射能量咧係穿透咗腫瘤，對腫瘤前後嘅正常組織都會造成傷害。質子治療咧係利用質子放射線嘅 Bragg Peak 物理特性，令到質子射線到達咗腫瘤目標嘅時候咧，先一次過釋放能量。於是腫瘤前後嘅組織都唔會受到質子射線嘅影響。例如利用質子治療處理左邊乳房嘅腫瘤同埋淋巴，大大降低咗左邊肺葉同埋心臟受到輻射嘅影響。由此可見，現代嘅放射治療喺治療嘅效果同埋安全性上邊咧，都已經大大提高，幫助乳癌患者控制病情。請支持香港乳癌基金會。